咁我今日咧就係需要想同大家講翻呢啲嘅旅遊嘅資訊素養。咁其實係跟翻4個步驟，叫做起承轉合嘅部分。咁起即係起點啦。咁我其實咧，我係首先就係要揾翻我到底需要幾多旅遊嘅資訊嘅。咁成嘅意思即係話要揾翻我所揾到嘅內容，再加埋合成啦。咁即係例如一啲嘅風景、一啲嘅景點資訊啊，或者想揾嘅餐廳內容啊等等呢啲，咁就可以利用翻潮流嘅熱點，同埋確認嗰個資訊嗰個真確性。咁轉化嘅力量呢，就係所謂嘅轉化，意思即係話我要將例如我揾到嘅資訊，就係將錯誤嘅內容變成一啲正確嘅內容。即係例如一啲資訊不明嘅網站，我可能就要轉變尋找嗰個思維，就係要揾翻一啲搜尋內容係正確同埋明確，從而去確保嗰個來源嘅真確性同埋可信性嘅。咁最後就係合啦，合即係合成嘅意思。咁我會將一啲正確嘅資訊係做成一啲嘅融合，即係例如就係最終極嘅答案就係確保一啲資訊就係要真確做一啲嘅總結。咁今日就係咁，到下一位。喺而家科技發達嘅現代，我哋可以透過唔同嘅方式去尋獲資訊，而我哋需要具備資訊素養。而資訊素養分為4大類。第一，我哋要確認我哋需要嘅資訊。喺搜尋前呢，我哋應該要理解到我哋應該要揾到乜嘢正確資訊。二，應該點樣去尋獲資訊？我哋而家主要可以利用網絡或者書籍去揾到我哋需要嘅資料。三，就係評估資訊。我哋應該要去辨別資訊嘅真假。例如，我哋可以利用公信力較強嘅網站，或者權威性較高嘅文章。4、應用資訊。我哋應該點樣先可以正確運用資訊呢？如果我哋使用嘅資料不當嘅話，可能會造成抄襲，甚至嚴重嘅話會造成誹謗。我哋應該去理解資訊素養對我哋嘅重要性，為咗唔觸犯法律。多謝大家。